来镜头所等的台湾，要来讲中华的肉圆真有名，出头嘛真多。即摆讲有一种的肉圆，内底是包迄个鲍鱼、干贝、煎鸟仔卵，都袂输甲一鼎的佛跳墙，拢甲包入去肉圆内底共款。介绍原来真惊人，一粒爱350块。另外嘛有用这个麻辣的汤底汤底来做的肉圆，讲爱食咸的人拢学到真好食。甲芳公公的肉圆展开，随看到一粒包一袋大干贝，所以这块不是肉，是规地鲍鱼。在这里鲍鱼。另外，个虾啊、六两肉、煎鸟卵，这配料平常时啊拢是伫咧佛跳墙内底才会出现的，即马全部扣包入去肉圆内底。敢若传料，就爱传规道顶，青草的鸭规个包入去，甲规粒肉圆煎甲足杂煎，互人客食饱。量很大，我可能一个人吃不完这么一大颗了。山珍海味，然后真材实料。包甲遮尔济，介绍当然贵三三，一粒爱350，大家拢讲这是佛跳墙版本的肉圆，要食就爱先提早注文。若肉圆冇做咸的，爱食咸的人会当食另外一间老店做咸肉圆。规粒肉圆红记起，互人看到脆软强要顶落来，业者甲火锅料包入去肉圆内底，刷来去用油给煎过，互气味愈赞。就是它好像把那个麻辣火锅融合在这个肉圆上。条条的碎片这样子，然后还有那个炸猪皮这样，整个口感我都觉得很丰富，这样好像是一个个人锅的麻辣锅这样。业者讲会做咸的肉圆，是因为疫情影响，人客变少，较有时间会当研发新产品。拄好家己佮爱食咸的火锅，这想要甲火锅料包入去肉圆内底，真侪人试食过了后，拢学了家得知，才决定塞入去菜单内底，嘛意外互生意变个强滚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